歡迎嚟到阿 Kiss 易跑會友嘅 podcast，我係阿 Yan。今日好開心請到啱啱完成咗第39屆撒哈拉沙漠馬拉松嘅 Thomas 啦，咁佢啱啱參加咗250公里嘅賽事，咁今次亦都揾嚟上一次分享撒哈拉沙漠嘅石 Sir 一齊去做呢一個嘅 podcast 啦，咁不如你哋又介紹下自己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Thomas。咁咧，其實我係一名小學老師嚟嘅。咁咧，為咗參加呢一個比賽咧，我就特登咧同校長申請咗1年嘅停薪留職啦。咁就係將呢個比賽咧可以準備得好啲咯。咁其實點解會參加呢個比賽咧？就係因為咧喺2022至23年咧，學校有一個年度主題就係要叫做堅毅，所以我就參加咗毅行啦。咁啊〜完成咗毅行比賽100公里之後咧，就再想參加啲更高難度嘅挑戰嘅比賽，就向學生去展示堅毅呢個精神咯。所以先至會有今次咧，我係參加呢個撒哈拉250公里沙漠嘅比賽呢一個賽事嘅。好，大家好啊！咁我係石 Sir 啦。咁今日點解我會喺度咧？因為係啦，咁試完之前就有分享過我第30屆撒哈拉嘅比賽嘅經歷啦。咁咧機緣巧合之下咧，咁我就知道阿 Thomas 咧就會參加今屆。咁我係好雀躍嘅，因為一嚟我有參加過啦，二嚟咧咁我同阿 Thomas 都係喺三鐵隊係有相識嘅，即係阿 Thomas 係喺港隊啦，係啦，咁我係喺代表發展隊就做教練啦。咁所以咧，我係覺得好 proud of 咯，阿 Thomas 去跑呢個馬拉松，即係沙漠馬拉松嘅比賽，同埋佢完成嘅名次咧係非常之好啊！佢咧大約1000人參賽啦，佢嘅完成總名次係第30名，係啊，所以咧我係其實我一路都有 follow 啦，因為阿 Thomas 每一日都有啲分享啦，Facebook 好多 follow，咁我就見到佢嗰個成績咧，我係好雀躍嘅，所以佢一翻到嚟咧，我就即刻聯絡阿 Thomas 咧，希望今日可以做個佢可以做個分享啦，咁大家又可以知多啲，同埋分享下佢呢個喜悅。咁我想問下 Thomas 啊，你究竟今次嘅比賽你其實用咗幾多個鐘？我睇翻成績咧，今次個比賽即係250公里嘅完成時間係29個鐘頭32分鐘。咁其實佢嗰個比賽係點樣計嘅咧？其實係分站數嘅。咁佢有6個 station，咁每個 station 嗰個距離都唔同啦。咁就佢會由朝頭早一起步，佢就會 count 你嗰個開始跑嘅時間，直至到你完成嗰個 station 去到終點咧，咁佢就會 stop 你個時間。咁今次250公里比賽有6個 station 啦，咁6個比賽即係6個 station 入邊咧，加埋嘅總時間就係29個鐘32分鐘。哇，非常之快喎！咁其實你喺個比賽之中咧，有冇遇到一啲好極端嘅天氣，例如可能沙塵暴啊，或者可能高達40度嘅天氣咁樣咁炎熱咧？咁我去呢個比賽之前咧，其實我都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嘅，咁就問咗好多曾經玩過呢個比賽嘅一啲前輩啦。咁佢啲前輩咧嘅提點咧都係話，嗰度沙漠嘅日頭嘅溫度係好熱好熱，有40至45度左右。夜晚咧嗰個溫度咧亦都係好大，溫差好大嘅，即係有講過就係晚上係可能5至10度。但係今年咧我去咧，其實就一反常態，完全前輩講嘅嘢咧，全部都唔一樣。咁譬如我講緊我朝頭早跑個比賽嗰個溫度咧，其實我跑嘅時候咧，我個體感溫度都係33至到35度左右，個感覺咧仲係比香港夏天嘅時間仲涼爽仲舒服嘅。咁夜晚上咧，前輩講提醒就係話，哇會有5至10度喎，你帶個睡袋要帶厚啲，如果唔係會夠暖。咁但係晚上咧個溫度咧又係好唔大概體感溫度係13至15度，基本上我晚上瞓覺嘅時候咧，我加件風褸，我冚一個睡袋咧係會出汗。咁啊，最後一個好特別嘅咧就係我哋大家都以為沙漠唔落雨啦，好乾旱啦。咁我喺7日比賽入邊咧，有3個夜晚都係落大雨。咁啊，呢一次嘅比賽咧，其實就係顛覆咗我本身對沙漠嘅一啲天氣嘅概念，完全顛覆晒。嗯，
咁即係咁聽落去咧，就你嗰個比賽就比我艱辛啦。因為咧，我嗰年去咧，其實朝頭早12點前咧，咁我係要着羽絨嘅，係即係朝頭早棒嗰時係凍嘅，係啦。但係咧由12點開始咧，就會有啲蒸燒賣嘅感覺咯。慢慢35、40、46、47，我感覺係一路蒸上去。但係我都覺得都比香港舒服，因為嗰度係好乾啊嘛。嗰度咧係好乾、好乾、好乾，係啊咁，所以咧我覺得雖然係好熱，但係我覺得都係舒服過喺香港跑嘅。但係夜晚瞓覺咧，我就要羽絨睡袋，再着埋羽絨外套，我先覺得夠暖。咁我覺得即係年年去過，天氣都有啲唔同。咁對於我自己嚟講咧，其實喺天氣預期咧，其實我有少少失望。點解少少失望咧？因為其實我揀撒哈拉比賽，其實我原本就係好想體驗一下，哇！啲人講到沙漠日45度、50度咁熱嘅喎，其實我報呢個比賽去，我預期我可以感受到就係沙漠嗰個高溫，咁但係比賽咧就完全感受唔到。咁到夜晚咧，都啲朋友前輩就係講話夜晚個溫差都好大，我又想體驗一下究竟，哇！日頭45度。點樣喺咁短時間突然之間個溫度可以降到5度咧？我都想體驗一下，但係今次個比賽咧就體驗唔到咯。咁其實我都做咗好多準備嘅。其實我買個睡袋咧，我都係買5度嘅溫度嘅睡袋嘅羽絨睡袋都厚嘅。咁而我亦都帶咗羽絨去嘅，但係去到其實用唔着咯。我普通着一件風褸都已經夠。咁你今次背囊咪孭好多嘢咯？會唔會咧？會啊會啊。咁因為佢呢個比賽，實際上可能玩過就知嘅。因為個比賽咧，其實佢7日6夜有6站，咁就係成個比賽咧就係自給自足嘅。咁咩叫自給自足咧？就係你要準備晒7日嘅嘢食啦。咁你要準備備隻睡袋啦，即係你過夜保暖嘅衣物啦。咁一啲補給品啦，例如可能我哋比賽中途要食嘅 gel 啊。巴啊，或者一啲能量嗰啲沖劑，嗰啲飯嗰啲沖劑啊，咁我哋要全部自己準備好晒。除此之外咧，佢仲有啲 compulsory gear 嘅，例如係確保自己安全嗰啲緊急保暖氈啦、萬用刀啦、跟住頭燈啦、反光燈啦嗰啲，其實全部都係 compulsory gear 要擺晒個袋度。咁我比賽嘅時候咧，喺 gear check 執齊晒啲用品咧，咁就去磅嗰個背囊嘅重量咧。咁就連埋水1.5公升嘅水，咁大概係10 kg。哇，仲重過石上嗰個。10 kg 咧，我覺得係一個標準嘅量，係啊，即係一個正常嘅重量嚟嘅，係啊。咁10 kg 係真係好難跑噶，我想講好難跑。咁咧但係以我所知咧，雖然話係一個7日嘅比賽啦，但係有前2日喺嗰度噶，係啊，冇錯。因為咧我哋會一早去到個營地咧適應啦，咁然後大會跳下 campfire，係會有自助餐喺個沙漠度煮一個千人宴俾大家食啊，咁我覺得係好壯觀嘅。咁但係你覺得嗰2日對你pack 袋啊對你適應有冇幫助咧？定係冇乜分別？我今年咧應該同石 Sir 玩嗰年咧，可能有少少唔同咗。咁咧，我哋頭2日咧就冇大會準備嘅食物嘅。咁我哋今年咧就係食自己，即係我哋帶7日，即係帶7日夜嘅比賽嘅食物之外咧，仲要預埋比賽前2日嘅食物，係啦，係啊，喺嗰2日已經食緊脫水飯同埋杯麵，就冇一個賽前嘅一個千人宴呢回事啦，係啦，咁嗰個。頭先石 Sir 講過話，前2日嗰個去到沙漠度，即係適應溫度啊，適應個環境啊，咁有冇幫助咧？我覺得有嘅。咁因為其實我去到第1日咧過夜嘅時候咧，其實喺瞓覺嗰個地下嗰個環境咧，其實都唔係好適應。咁本身去到咧就係我覺得就係成地都係沙，我就唔想瞓嘅時候咧，就整到成個睡袋都係沙，咁但係瞓完第1晚之後咧，我就改變自己嘅諗法啦，因為係避免唔到嘅。我第1晚咧就係唔想捐入個睡袋入邊啦，咁唔想整到有沙，咁但係第2晚咧就發覺其實係冇可能嘅，因為啲沙其實周圍四方八面咁樣吹埋嘅咧，咁
個睡袋一定係有沙，個袋就算你可能個拉鏈入面最入個格，都一定吹到沙入去。咁到最尾咧，其實我就放棄咗唔捐入個睡袋，唔冚睡袋咯，我就打開晒個睡袋，就算咧可能養咗出去沙嗰度啊，俾啲沙冚住啊，我都即係我唔介意呢樣嘢，因為避免唔到。咁同埋第一晚咧，嗰個環境咧，其實我瞓得唔好嘅第一晚。咁瞓嘅時候咧就好經常就係瞓下又醒，瞓下又醒。第一晚瞓得唔好嘅，咁但係第一晚即係完咗之後咧，即係適應咗少少環境咧。第二晚瞓完準備去比賽嗰晚咧，第一日比賽前一晚咧，嗰晚就瞓得好。咁我覺得嗰個俾少少時間可能適應嗰個環境，瞓覺嘅環境或者適應個溫度咧，其實都係有幫助嘅。明白，係啊，咁係咯，我覺得幾得意嘅。不過好失望啦，原來你冇咗個千人，係啦，咁我哋就食咗幾輪嗰啲肉醬意粉啊嗰啲啫。我第一日就係食杯麵咯，係啊，跟住之後比賽嘅期間就我冇帶杯麵啊，因為佢嗰個杯麵嗰個 size 好硬就，所以我就係抽翻啲杯麵出嚟，就係用一啲好細包裝嘅脫水飯去比賽中途食咯。哦，係啊，因為其實咧，雖然話嗰個袋係10公斤啦，咁但係你又要 pack 到佢好細啦。咁我哋咧就會將啲脫水飯啊、杯麵啲盒咧全部拆晒，係啊，咁就拆淨，即係個覆面嘅拆淨嗰個面啦。咁個袋又唔要啊，個杯麵嘅話又唔要個盒啊。咧盡量將啲嘢pack 到好細、好細、好細咁樣樣咯。咁。但係食嘢嗰度就即係日日都係捱脫水飯啊、杯麵啊、食化學粉啦，我哋叫係啦。咁隻啲腳 O 唔 OK 咧？即係例如我自己咧就頭3日都 OK 嘅，但係第4、5日嘅 long day 咧就開始出水泡咯。咁你呢個比賽咁多日，你有冇出水泡啊？啲隻腳有冇其他問題咧？嗱，我去比賽之前咧，都好多前輩就同我即係要提醒我，即係千分。即係佢要叮囑我就係你一定要做好，就係你嗰對跑嗰對鞋嘅防沙要做得好好。咁咧喺坊間咧我哋準備咧就係買嗰啲防沙套咧，其實都係去將個魔術貼黐落對鞋度，跟住然後咧你着個鞋套就靠個魔術貼黐住嘅啫。咁啲前輩就同我講咧話，咁樣係唔夠嘅。佢嗰個魔術貼係好容易甩嘅。咁而且咧你個魔術貼黐完之後咧，嗰個魔術貼嗰啲黐嗰個位咧，喺個罅嗰度咧都有機會入沙，咁所以啲前輩咧就介紹咗另外一個即係車鞋嘅師傅啦，係啦，就係根記啦，好出名嘅，即係個個跑沙漠都會過。咁就我買咗個鞋套，就俾咗根記權師兄啦，就幫我去車實咗。咁喺比賽過程入邊咧，真係一粒沙都冇入過，係冇沙，即係直至咧可能落緊啲沙丘咧。我成隻腳踩咗落沙入邊，啲沙係過咗對鞋個鞋套咧，都係冇晒。係啊，咁呢個係非常之好。咁係喺我7日入邊咧，咁我又可以話好好彩啦。我係隻腳係冇水泡嘅，係啦。咁只不過係跑嘅時候咧，可能真係孭住個袋嘅重量，又跑咁長，咁我係感覺到少少隻腳有少少着，咁我 feel 到少少咧啲腳趾咧。就同對鞋係有少少頂趾，咁但係咧未係好嚴重嘅，只係啲指甲有少少黑，咁就又未頂到會有腳趾有水泡咯。咁呢個都叫做算係好好彩嘅。咁可能講關於跑嘅時候身體狀況有冇啲咩特別，啲腳嘅肌有冇特別咧？咁去到 long stay 之後咧，long stay 基本上就係第4日啦。第4日之後咧。其實我啲腳咧係有少少反應，咁肌肉有少少繃緊，咁跑第5場咧嘅時候嘅一半咧，第5場其實係跑緊42公里，咁跑到25公里嘅時候咧，膝頭哥痛，咁痛嗰個情況係有幾嚴重咧？就係我唔可以繼續跑，我要停低，我要攞止痛藥出嚟食，係啦，咁食完止痛藥之後咧，個腳嘅痛嗰個感覺咧。嗰個程度咧，如果計10係最痛，食咗止痛藥都仲有5至6嘅痛楚感覺。咁所以跑到去第5場一半之後咧，其實跑嗰個狀態咧就唔係咁理想啦，係啦。咁呢個就係比賽嗰個身體狀況。
明白明白。咁你個袋咧會開頭係10公斤啦，咁你一路每一日跑食咁啲嘢咧，咁你會越來越輕啊嘛。咁係咪你一日比一日跑得舒服，一日比跑得快，定係你會keep 住同一個 pace 去跑嘅？其實咧如果講話比賽嗰個期望或者用緊咩 pace 咧，咁喺報比賽好早之前咧，其實我個目標咧就係諗住完成嘅啫。咁但係咧到比賽之前，咁有好多前輩就同我講：喂，阿 Thomas，你而家嗰個比賽成績，睇翻你啲比賽成績，其實你有機會喺 MDS 入邊跑嗰個成績，有機會可以做得好好嘅喎，可能有機會做到30名或者20名以內。咁有好多嘅前輩都咁同我講。咁到比賽前嗰1-2個禮拜，咁我一路比賽之前，我一路回想翻啲前輩同我講嘅嘢啦。咁我開始去到比賽嘅時候咧，我個心開始紅，即係已經唔係諗住追求完成個比賽，係諗住已經係轉咗係想追少少名次。咁所以咧，可能第一日咧比賽嘅時候咧，6個 stage 入邊第一個 stage 咧，因為個心好紅，所以第一日咧就跑快咗。咁快到係點咧？第一日係跑33公里，嗰個速度咧，我係孭住10公斤嘅袋，有沙有石，有啲凹凸不平嘅路咧，我係跑緊5分鐘至6分半嘅 pace，係我覺得好犀利。所以跑到咧就係快得滯。咁去到25公里咧，我就抽筋就抽筋。咁到最尾咧，即係剩翻嗰啲距離咧，第一站剩翻嗰8公里咧，我係跑緊9分半 K， 係躝緊翻終點嘅，係好痛苦嘅。咁跑到翻終點咧，就我跑完過終點，行翻去個營嗰度咧，我係攤咗喺個營嘅地氈上面，我係攤到1個鐘，我先至可以起翻身，即係去執嘢，然之後食嘢。咁第一站完咗之後咧，咁我就即係因為太痛苦啦，過終點，咁我提自己，個心態要調整。如果你再咁樣跑落去咧，你未到 long stage 咧，我諗你個人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，可能 long stage 嘅時候咧就會跑得好差。咁所以去第2個 stage、第3個 stage 咧，我就已經係收翻慢啲，唔咁快，即係順住自己感覺去咯。咁所以喺6站入邊嗰個速度分配咧，就係第一站好快，2、3、4、5係平均速。咁啊，第6站就因為最尾嗰站就因為腳痛啦，就慢慢爬翻去完成個比賽，就已經係達成自己嘅目標。明白。咁你諗住去跑撒哈拉就係好多沙噶啦，應該係。個地形係咪好似你諗咁？其實我去比賽之前咧，其實我都有做過資料搜集，就係睇下個地形係會點樣嘅。咁其實咧，雖然我哋可能認知就係講緊撒哈拉沙漠就係全部都係沙，其實唔係嘅。佢喺個沙漠範圍入邊咧，有沙啦，有上沙嘅沙丘啦，亦都有啲trail 嘅路段，即係有啲石頭路啊，好崎嶇，又上攀升好高，又要落翻好多嘅。咁同埋有好多碎石，同埋又有啲地下係乾旱。我哋平時可能睇相啊，啲龜裂嗰啲路段咧，其實都佔咗好長嘅路段咁樣咯。咁所以我去跑嘅時候咧，其實我都對於個地形嘅認知咧有翻咁上下了解，所以去到跑嘅時候咧，其實一啲都即係對於個地形咧，其實唔係話太過驚訝，係原來係咁嘅地形。明白。咦，咁你覺得呢個比賽，我見你跑得好好成績啦，咁即係你應該都準備得幾好。咁你覺得係咪即係好多人，即係例如我自己都會覺得，如果跑馬拉松嗰啲人咧，就未必即係好適合玩咧，反而跑山嗰啲可能比較適合玩啲。咁你哋有咩見解咧？我都好認同石 Sir 講嘅，譬如講緊跑山，即係跑越野跑嘅呢一個項目嘅跑手咧，可能跑撒哈拉呢個長途賽咧，佢哋會容易啲上手輕度。咁因為可能講緊跑越野跑，可能講緊嗰啲距離可能都接近100K 或者以上啦。咁仲要咩嘢咧？係啦，咁同埋嗰個距離就比較接近啲啦。咁如果可能講緊馬拉松42公里咧，可能速度上邊咧跑個速度馬拉松係要求高啲。
咁如果係跑250公里咧，其實我哋要拉到好慢、好慢、好慢。再加埋佢有啲泥沙路啊、上沙丘啊，咁其實個速度控制要好緊要咯。咁所以如果呢啲比賽咧，我可能會覺得呢一個越野跑嘅跑手咧，去跑嘅時候咧，會容易啲 handle 啲嘅。咁但係唔係並非馬拉松嘅跑手做得唔好，咁但係可能喺速度方面咧，佢要調整個心態咯。因為我自己個案經驗咧，我第一次可能去玩越野跑嘅時候咧，我都係將我路跑嗰個跑法嘅概念帶咗入去，係啦，咁可能跑緊15公里嘅越野跑，我用咗路跑嘅方式去跑，我跑8K 就抽筋㗎啦，即係一開頭玩嘅時候。咁所以對於馬拉松跑手可能去玩呢個比賽嘅時候咧，佢可能速度控制上面要壓力都好少少咯。哇，問多你最後一條問題啊！咁你其實今次你係請咗1年假去準備呢一個沙漠嘅比賽啦，咁你其實點樣訓練咧？點樣訓練？咁咧，其實我嗰個1年嘅假期咧，其實我係分咗3個階段嘅，即係練習上邊係分咗3個階段。咁第一個階段即係有半年時間啦，就係如果回想翻就係03年10月啦，去到04年嘅7月啦，咁就係如果計學生嘅時間就係1個學年嘅時間，係啦，23至24年學生翻學嗰1年嘅時間，我就開始做啲越野跑嘅訓練，咁就係練下肌力啊，練下啲長途嘅耐力。咁可能講緊練習嘅距離就係練習緊50至到80K 嘅距離，比賽嘅距離。去比賽就係參加呢啲距離。咁平時可能週末練習練越野跑就係可能跑緊啲30-40K 嘅山嘅。追求半年就係做緊呢啲訓。咁去到24年嘅7月，即係放暑假啦。去到24年嘅即係上年嘅聖誕節，咁我就開始係玩一啲長途嘅越野跑比賽。咁就當係檢視自己嘅體能夠唔夠，同埋係做翻啲連貫性嘅長時間嘅比賽。俾自己身體去適應一個長時間嘅帶氧運動啦。咁到最尾咧就係2年嘅1月去到3月，咁就真係針對去沙漠跑嘅訓。咁我做過啲咩咧？做過啲咩訓練咧？我就試過咧係孭15公斤嘅背囊，15公斤。咁係練習嘅時候咧，因為我知道要比賽嘅時候係要孭晒所有 gear，所以我練習嘅時候個背囊嘅重量咧，係要孭重啲嘅。咁我預計自己比賽係孭10公斤，所以我練習嘅時候就孭15公斤。咁個15公斤係啲咩嚟嘅咧？我就孭咗個普通背囊，入邊擺咗2個 dumbbell 嘅啞鈴，係7kg 同7kg，咁就15公斤。咁就孭住佢嚟跑一個做長課咯。個長課係20至30K 嘅平路，係啦。咁因為我知道咧，跑沙漠咧佢係有沙。咁所以我跑嗰啲路段咧，一開頭就係跑平路啦，但係去到中後段咧，我就孭住上山。上山就係練習咧，就係孭住15公斤嘅背囊，係做20公里至到25公里嘅距離，咁就俾身體去適應。咁仲有最後一個訓練咧，就係我做過一個連續5日 back to back 嘅長課訓練。即係連續5日咧，係跑緊30公里嘅距離，咁就俾自己嘅身體體驗一下連續跑疲勞嘅感覺，係啦。咁其實我嗰5日做30公里嘅訓練咧，就係去到第3日咧，係覺得自己吃不消，身體係吃不消嘅，啲腳係有啲緊嘅感覺，係啦。咁主要喺NDS 比賽前3個月咧，我就係做呢2種訓練，負重同埋back to back 嘅長課。哇！聽完 Thomas 呢個準備呢個 NDS 嘅比賽咧，其實真係好唔容易啦。即係佢首先係要即係付一個代價係請1年假啦，然後又要準備咁多嘅準備啦，又要孭個啞鈴跑步啊。平時叫我跑30K 我都有啲攰，仲要孭住個啞鈴跑，真係非常之厲害同埋驚人。咁今日好開心，即係邀請到 Thomas 同埋石 Sir 佢哋一齊分享即係 NDS 嘅嘢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關於 NDS 嘅嘢，都可以留言俾我哋聽。咁我哋到時可以揾翻 Thomas 同埋石 Sir 去解答大家嘅疑問啦。咁今日多謝大家，好多謝各位，我係石 Sir，多謝石 Sir，跟住拜拜。